国民小学台语教材第9册第3课。公园好所在伫倒位？头前我甲遐就是遐有水花甲鱼池。阿公定去遐行棋，叶仔飞，鸟仔啼，海千秋真趣味。即马想要缀我去，小弟小妹甲阿姨练习公园、农场、游乐园、动物园、电影戏院、博物馆、夜市仔、海水浴场。伊透早会去公园运动，咱去农场看牛食草。小妹上爱去游乐园，动物园内底有狮甲虎。阮兜隔壁是电影戏院，阮做伙去参观博物馆。阿明招我去踅夜市仔，去海水浴场爱注意安全。阿姨定去遐跳舞，我定去遐唱歌。伊定去遐运动，对听到的音行，就会当行出迷宫，哦。